为机车内面提出电池，换电站也阁会清晰地拍照好。中油以车电分离的商业模式推出换电服务。这粒电池完全是 Made in Taiwan， 有着充电紧、寿命长、安全性高这三大特色。整个车体本身就是由专业的三洋公司它来制作。中油这个电池是快充，所以我们讲10分来电，15、20分钟它就会充满。所以我们的消费者到这样子一个换电平台来换电池，它不会空手而归。其实电池就占电动车成本的一半，虽然即马只有堪一间合作企业，也毋过伫未来任何厂牌的车辆拢会当搭配这粒电池。所以，伫今年年底，台南将会有22位换电站，让每一家厂商都能够在自己领域里面去作为一个进步，然后在市场作为一个竞争。那这样在国内竞争的一个结果，整个技术会提升，相对才有办法对应未来全球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，我们才有办法所谓的一个打世界杯这样的一个概念。换电站的电应该可以普及率相当高，可以让民众不会有里程忧虑啊。那而且它以这个用电池快使用完的时候，很就近就可以找到加油站，或者是找到台南市政府所提供合作的换电点。那这样的话，对于民众的使用非常便利。市长黄伟哲嘛亲自体验全新的换电系统甲电动机车。今年是台南400，中油送予这座城市的大礼，就是打造永续环境。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。